我哋藥劑師經常會接觸到啲注重健康嘅顧客，好多時佢哋都會有流牙血、牙肉紅腫，甚至牙痛嘅問題，會嚟揾一啲消炎止痛嘅藥物嚟到食。其實呢啲症狀可能係早期嘅牙周病喎。其實唔止係早期啊，就算去到嚴重期，可能都只係得呢啲症狀嘅啫。牙周病症狀唔明顯，難於察覺，初期可能會牙肉紅腫、發炎、流血或者敏感。好多人都以為只要處理咗呢啲問題，就會乜事都冇，完全冇諗過牙周病其實會靜雞雞咁樣繼續破壞你嘅牙肉同埋牙骨組織。要預防，最緊要就係盡早接受牙周病嘅檢查。牙周病嘅成因係牙菌膜累積，令惡菌增加，分泌毒素，破壞牙肉同埋牙骨嘅組織，令到牙齒脫落。所以牙菌膜就係牙周病嘅源頭。但係多數人都每日刷牙，點解仲會累積到牙菌膜而患上牙周病呢？其實主要係刷牙方法錯誤，病人以為刷咗就等於乾淨。其實我哋發現大部分人都係用錯方法，同埋忽略咗牙縫嘅清潔，導致牙菌膜慢慢累積，形成牙周病嘅。等我時刻都提醒顧客要定期做牙周檢查，同學習正確嘅刷牙方法。黃醫生，我聽聞牙周病唔淨止會令到牙齒鬆脱，仲會引致身體其他器官嘅問題。點解個口腔嘅病可以影響咁遠嘅呢？牙周病嘅根源係牙菌膜，裏邊嘅細菌同埋毒素會隨住血液流遍全身，可能會誘發心臟病、糖尿病、中風、認知障礙、早產嬰，甚至會令癌症惡化添。所以要盡早檢查牙周病，及早發現，保住你嘅牙齒同埋健康。要及早預防同埋對抗牙周病，最重要就係主動接受牙周病檢查，同埋向牙醫學習正確嘅刷牙方法。喺日常嘅口腔護理產品裏面，含鋅嘅牙膏同 CPC 嘅漱口水都有殺菌同埋控制病毒嘅功能，可以輔助控制牙菌膜，幫助從源頭預防牙周問題。市面上有不同嘅口腔護理產品，都有輔助護理嘅功能。但係牙刷、牙線同埋牙縫刷始終係最有效嘅去除牙菌膜工具。關鍵就係要請教你嘅牙醫，學識正確嘅使用方法。仲未接受過牙周病檢查？快啲安排啦！記得要主動預防牙周病。